啊，咱这头仔讲啊，遮济无，台语足文啊啦，足科学啦，足啦。哦，你莫讲迄个台语，过去因为咱迄个错误的语言政策，啊，所以互咱足济即摆少年的，啊，佫较幼稚园的，遮小可遮无啥晓讲台语，啊，实是足可怜。啊，其实你莫看其实咱台语讲起来拢足出口成章对吧？我若上台语课，我常常嘛摕迄个报纸啊，互遐学员来迄个，对吧？你看，这个报纸啊，哇，这个故事咱拢知影啦，破釜沉舟无这个霸王拿出来，伊都伊抬牙无，哈哈哈哈哈！原来蛇出霸王行武士啊！伊个报纸啊出来，一定爱先报你个名号无？爱就讲哈哈哈伊啦！古龙一剑大破江寒，消灭金国指日可待啊！哈哈哈哈！我咧足威风迄个对啦！你话看这写起来拢是文言的啊！这字基，伊落尾台书台书就伊叫字基先走啊！不过字基尾啊，伊家己自杀无？这故事咱拢知影伊就叫伊走，伊讲哪家字基追随大王，征战多年伊就小台拢对伊嘛。金东万里必将东来，啊，就开始哭啊无？你啊看，这剧本写起来拢是文言的啊，对不对？啥人讲这台语咧无水准，迄拢好写啦，台语就是才有水准啦，你啊，做歌戏嘛是歌戏啊，歌戏若要休息无，要 say goodbye 的时嘛，教就讲过时了，过时了。即摆主人就讲皇上启典，伊讲不良啊，伊讲改节啦，其他日咱是咱若迄个实体上课咱就通来搬一道啊，大家一定哈哈叫趣味甲，你也看，过来。你莫看迄庄卡老阿伯、老阿姆讲的你也看，我这是甲迄个伊讲的话甲写出来。伊讲比如讲，这个老阿姆拜托老阿伯啊，因囝做什么代志，拄着爱甲问，这老阿伯讲，你甲我吩咐这个代志我囝会甲你斟酌啦，会甲你斟酌。我囝袂啦，我囝你就知影伊做人真故意啦，佫足细致的啦，这个你养的这个代志伊有站啦，伊袂离经啦，伊会照期间甲你发落好势，你看。伊讲的话，你即摆若了用文字甲写出来，都是遮尔文雅吧？真卡老阿伯、老阿姆讲的话，你也看，就是这样。过来，编剧编剧毋就讲，一个老翁、老伙甲一个秀才，就迄个编剧无？这个老伙仔就问这个秀才伊就互伊要一个沙啦，要着要着这个老伙仔就讲，这就着了。你来普通拢，我相信你听无啦，但是你若讲台语。你就听有啊，这就对了，你拢免解说，
这就着了，这就对了。